頹垣敗瓦，周圍都冇人。雲福苑大火過咗差唔多1個月，對於馮女士一家嚟講，當晚全家冇人受傷，本來係不幸之中大幸。只不過面對失去家園，受災嘅居民即將又要面對更加殘酷嘅現實。當日安排佢哋暫時住喺邊，而家情況又會係點呢？本台持續為你跟進受災居民嘅最新情況。我而家暫時係住緊烏溪沙青年宿舍。火災第3日咁啊，去咗沙田麗豪酒店，暫時住14日。開始就係冇社工去跟我哋嘅。一開始火燭咁，我冇人喺屋企，冇人喺屋企。後嚟咧就夜晚就翻到去，咁就去馮良傑嗰度做去登記有冇人失蹤啊，屋企啲人齊唔齊全啊。咁後嚟就喺嗰度住咗2晚馮良傑之後，後嚟排隊攞嗰啲資助金嘅時候呢，即係嗰街坊就講話：我而家住緊邊啊？咁啊住緊酒店啊，或者住喺其他啲過渡房屋啊。咁我先知問翻啲街坊你喺邊度申請嘅，咁佢就講俾我聽，去揾翻社工咁啊，就俾咗個電話，叫我自己打電話去酒店嗰度睇下仲有冇地方可以俾我住。咁後嚟就沙田嗰邊麗豪酒店咁啊問到，咁啊俾我哋入住安排咗有個位，咁啊住咗14日。馮女士嘅經歷話俾大家聽，其實大火發生之後，資訊有啲零散，除咗物質方面，街坊亦都互相支援、互相提點。但隨着日子一日一日咁倒數，下一站會去邊度？呢種焦慮令人相當難受。住咗10日到啦，咁啊差唔多到期啦，咁又唔知仲有冇得住。嗰陣時啱啱開始，政府安排我哋有1戶1社工，咁後嚟就同翻個社工講，個社工咧就幫我哋去問，咁咧開始就叫我哋去洪水橋啦，去啟德啦，申請邊度啊，或者黃大仙之類嗰啲啦，直到個酒店剩翻，第2日就要去退房啦。咁啊社工就盡量去幫我哋揾到個烏溪沙個青年宿舍嗰度，咁啊啱有個位，咁我哋就入咗去住到而家噶啦。由酒店搬去青年宿舍，生活似乎安定翻少少。呢個時候又出現咗一啲問題，到底幾時要開始收租？災民心理上嘅壓力依然未停止過。開咗會，烏溪沙青年宿舍嗰度就話暫時可以住到3月30號出年。但係睇翻個政府講嗰個有嗰個租金津貼，我哋睇個新聞佢就話俾咗津貼我哋之後咧就會收租金嘅。其實我又唔反對佢話，因為你已經收咗津貼，你要收翻租金我都唔會反對咯。咁但係就有一樣嘢唔清晰嘅，就係你幾時開始要收租金？又你話要收租金，你冇一個清晰嘅時間，令到我哋覺得好好唔咩嘅，個心好似究竟你幾時要收我哋租金，定係即時要收，定係即時要我哋搬走？如果唔搬走就即時要收租金，呢樣嘢我覺得政府要俾個清晰嘅時間俾我哋咯。同樣一場火落喺唔同家庭上邊，重量完全唔同。馮女士話自己仲頂得順，但係眼見身邊嘅鄰居有老人家，有跨區返學嘅小朋友，生活上嘅不便其實係一種心理折磨。因為個個人嘅要求都唔同我自己呢家人我自己就覺得酒店同埋烏溪沙都係 OK 嘅。咁但係有啲喺住嗰啲啦，好遠嗰啲啦，因為有啲細路仔咧返學喺大埔啊，你安排得遠咧，佢唔好話小朋友，我哋大人都返工遠都麻煩啦。咁啊，所以就希望政府係盡量安排翻啲好似嗰啲細路仔啊，佢返學你都要俾翻啲附近俾佢，唔好咁咩。不過而家佢政府有個資助咧，其實都彈性啲咯，即係可以自己揀選自己適合嘅地方住咯。點講咧？嗰啲過渡房屋有啲屋好細嘅，有啲得100零尺啊，130尺啊，2個人，咁呢個3個人佢可以俾多個單位嚟嘅，其實，但係個地方咧，你根本擺唔到啲乜嘢。如果有小朋友嘅，你根本連個活動空間都冇咯，喺教嗰度。睇下希望政府再可以諮詢下，壓力好大嘅其實，嗰啲情緒都影響嘅，同埋特別嗰啲失去咗屋企嗰啲家人嗰啲，仲加係。喺呢段最難捱嘅日子，偏偏出現咗最現實嘅問題。本來嘅家已經燒成灰燼，但係銀行嘅供樓單係咪會準時再寄過嚟呢？
政府個10萬啦，加加埋埋都有暫時有20幾萬嘅，一定係幫到我啦。呢一年嘅生活，但係有啲唔同嘅，即係譬如頭先我所講嘅一個家庭一個人去揾食養4個人，仲要供樓嚟緊。佢話定半年暫時唔使供啊，但係你一過咗個半年之後呢，可能要供樓嘅喎。我自己係供緊樓，仲有8年幾，供下連間屋都冇咗啦。而家係唔知道個未來係點啊？係啊，咁啊，所以希望政府重建，咁啊俾翻個希望我哋早日俾翻間屋我哋。銀行都要做生意嘅，一定要你供噶啦，嗰啲錢，因為佢唔可能就咁白俾你，唔使你供噶嘛。供完之後嗰間屋係到時係點嘅，自己都係嗰個未知之數。未來嘅日子對災民嚟講一定感到彷徨同不安，外人亦都難以想像未來嘅路仲可以點樣行落去，幾時先可以再有返一個真正嘅家？本台會為你持續跟進。Tagline 踢進香港熱話新聞，請多多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Tagline 各社交平台支持 Tagline 繼續營運。